大家好啊！咁突然間拍呢段片，咁就梗係唔開心噶啦。希望嗰個災難入邊個逝世者就安息啦。傷者都早日康復啦，同埋就希望可以快啲過去啦。咁呢段時間其實就冇人開心噶啦，應該全香港人都唔開心噶啦，都係好傷心啦。咁喺12月呢，其實基本上呢都唔拍片住啦，因為呢啲好濕碎啫。1月先諗下再拍啦。因為都冇乜心情啊嘛，冇乜心情。咁同埋就你會睇咗好多新聞啊，好多官員出嚟解釋啊，咁樣真係有陣時聽都無謂啦，係咪啊？無謂聽啦呢啲。咁另外其實好多專家話嗰啲粥呢，其實就唔易燃嘅，唔知點解會話佢易燃啦。咁呢啲做粥都慘啊，做人慘，做粥都慘。都冇咩好講噶啦，其實。1月再擺新片啦。12月大家都休息下啦。好啦，拜拜。